關於肖戰為流浪貓購置墨圓貓窩的舊聞，在時光的流轉中非但沒有被塵埃掩埋，反而在每一次被提及的時刻，都像投入湖心的一枚溫潤石子，激起層層疊疊的關於善意本質的漣漪。這並非一個多麼驚天動地的傳奇故事，沒有跌宕起伏的衝突，也沒有力挽狂瀾的壯舉，它樸素得如同冬日你一杯捧在手心的白開水，卻在氤氳的熱氣中悄然蒸騰出人性深處最本真的溫度。在流量為王的娛樂工業體系裡，人設的搭建與崩塌往往只在朝夕之間，華麗遲早堆砌出的善良常常經不起聚光燈偏移後的審視。然而，當我們把時間的坐標就拉長，將目光從喧囂的舞台中央移向那些無人問津的角落，一個在微末之時傾囊相助，在巔峰之處依舊撫身10歲的身影，便顯得尤為珍貴。這種跨越了身份巨變、財富激增而未曾動搖的行為慣性，恰如一面澄澈的鏡子，不僅映照出個體的心性底色，更在不經意間折射出大眾對於真誠這一稀缺品質的深切共鳴與集體守望。故事的起點要回溯到那個對於肖戰而言尚足草根的2016年。彼時的北京城，秋意正濃，街道兩旁的銀杏葉開始泛起金黃。而對於一個剛從松江書宅圈出走、血意投身未知娛樂圈的年輕人來說，現實的嚴冬似乎比自然界的季節來得更早一些。他剛剛通過一檔選秀節目在公眾視野中留下了一個模糊的剪影，隨後以 X9 少年團成員的身份正式出道，但這個組合在當時華語樂壇的空衝浪潮中並未激起太大的水花。沒有強大的經紀公司作為後盾，沒有雄厚的資本為其鋪路，更沒有所謂的背景與靠山。他像一顆被隨意撒落在曠野的種子，必須獨自面對風吹日曬。據當時熟悉納情的人士後來零星透露，那段日子他的經濟狀況相當拮據，公司採取的是近乎放養的管理模式，接通告的機會屈指可數，每月的固定收入大約只有3000元人民幣。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除去租房和基本通勤開銷，這筆錢幾乎所剩無幾。他需要精確計算每一筆支出，才能在城市的夾縫中擁持體面。許多與他同期打拼的年輕人，或苦攰選擇向家中求助，或是在迷茫中重新規劃人生路徑。但肖戰卻始終沉默而固執地堅守着這片他選擇的戰場。他曾在後來的訪談中輕描淡寫地提及，父母曾想來北京看他，他因不想讓他們看到自己居住的簡陋環境而婉拒了。這份在困境中依然不願向外人展示脆弱的倔強，構成了他性格中極為堅硬的骨骼。然而，恰恰是在這個自身尚且風雨飄搖、前途一片迷霧的深秋，他做出了一個令許多後來者都感到意外且動容的決定。2016年9月24日，他向一家名為天使動保的民間動物救助機構一次性匯出了一筆高達17000元人民幣的款項。這筆錢在當時意味着什麼？那幾乎是他不吃不喝近半年的全部收入，是他數着日子，在無數個加班排練後的深夜，從微薄積蓄中一點一點摳出來的全部身家。他並不是用間下的零花錢去換取一個愛寵人士的標籤，而是以押上自己大半生存資本的決絕姿態，去為100隻流浪貓認捐過冬的貓窩。那時的他甚至沒有擁有足於自己的第一隻寵物貓堅果。他對流浪動物的關懷，純粹出於一種本能的共情，出於一種見不得生命受苦的樸素良知。這17000元沒有換來任何媒體的版面，沒有博得任何圈內前輩的讚賞，甚至在他當時的粉絲圈層納報，也只是作為一個給少數人知道的秘密被悄悄流傳。他就像一滴落入沙漠的清泉，在乾涸的現實中迅速蒸發，沒有留下痕跡，卻深深浸潤了那片土地。這種在無人喝彩時的自願給予，在自身難保時的慷慨解囊，比任何聚光燈下的慈善晚宴都更具千鈞之力。他讓善良這個經常被宏大敘事所裹挾的詞彙，瞬間回歸到了他最原始、最本真的意義，那便是對另一個生命的樸素同情與不忍。時光如同白駒過隙，那個在深秋寒風中為流浪貓籌措溫暖的年輕人，
或苦從未設想過自己未來的人生軌跡會呈現如此陡峭的攀升。從2019年的夏天開始，一部古裝仙俠劇讓他幾乎在一夜之間，從那個在片場默默磨吻，甚至具備同組演混模式的小透明，躍升為整個華語娛樂圈現象級的頂流。此後數年，無論是商業代言的量級，船是影視資源的厚度，無論是社交媒體上的討論熱度，船是國際時尚舞台的認可度，他都完成了從胡家到巨星的驚人蛻變。他所到之處，人群如潮水般衝來，尖叫與聚光燈交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將他高高托起。然而，正如那句古老的諺語所說，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伴隨巨大聲名而來的，不僅有鮮花與掌聲，更有前所未有的審視、曲解乃至惡意。在長達數年的網絡輿論風暴中，他經歷了斷崖式的聲譽危機，商業活動停擺，參演作品一度無法播出，甚至個人安全都曾受到威脅。在那段被他自己形容為至暗時刻的日子裡，外界對於他的解構呈現出極端的兩極分化，讚美與詆毀如同硬幣的兩面，緊緊相隨。但有趣的是，當我們仔細翻閱那些最嚴苛的批評者所羅列的罪狀時，卻驚訝地發現，所有的爭議幾乎都圍繞着粉絲行為、商業競爭或藝術風格的探討，竟然從未有過任何一條關於他個人品行失德的實質指控，更沒有人質疑過他在動物保護與公益慈善領域的初心。這或許是一種沉默的證詞，證明在私德與良知這個隱蔽的角落裡，他確實擁有一種近乎潔癖般的自持。當他在2025年深冬再次因為一件與貓相關的小事而被推上熱搜榜首時，人們似乎才恍然大悟，那個在錦州小城良坊劇組地下車舍裡發生的溫暖插曲，原來不過是他數十年如一日生活態度的自然延續。彼時東三省的嚴寒是刺骨的，劇組駐紮的酒店地下車庫是一個被鋼筋水泥包裹、缺乏供暖的冰冷空間。在劇組人運來來往往、各自忙碌的間隙，肖戰敏銳地察覺到了車舍裡那隻瘦削的流浪貓。他沒有升帳，沒有吩咐助理去處理，而是像對待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一樣，親力親為地開始張羅。他購置了質地厚實的茅窩，墊上了柔軟的毛毯，以確保能夠隔絕地面的寒氣。他擺放了乾淨的茅糧與飲用水，並細心到每天定時去更換，以免食物凍裂。最令人心頭一戰的細節是，臨近春節時分，他竟然找來了一副小巧精緻的公式春聯和一個端正的福字，認認真真地貼在了那個貓窩的入口處。在清冷灰暗、充滿機油味的地舍裡，那一抹中國紅所承載的節日儀式感瑜伽的意象，被賦予了如此奇特而動人的載體。他的這一舉動被同劇組的工作人員看在眼裡，有人忍不住用手機拍下照片發到社交平台，配文感慨道：見過很多明星做公益，但沒見過在趕戲拍到凌晨的間隙，船店記着給地舍裡的流浪貓貼春聯的。這條動態迅速發酵，引發了巨大的輿論迴響。人們在驚嘆之餘，不由自主地將這條新聞與9年前那一抹7000元茅窩的往事聯繫在了一起。時間仿佛在那一刻完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9年前那個在北京秋風中咬緊牙關、掏空錢包去溫暖100隻陌生生命的年輕人，與9年後這個在片場零下10幾度的嚴寒中，為一個偶然相遇的小生命精心佈置新年裝飾的超級巨星，身影慘慘重疊在了一起。他的穿着沖平界衛衣變成了高定禮服，他的座駕從地鐵公交變成了商務豪車，他的片酬從勉強溫飽變成了天文數字。但那種蹲下身嚟與流浪貓平視的姿態，那種怕茅糧被凍硬而反覆更換的細心，那種在忙碌與疲憊中依然願意為弱者營造一份節日儀式感的溫柔，竟絲毫未變。這份從容與篤定，擊穿了所有關於人設與偽裝的猜疑鏈。因為沒有任何一種表演能夠擁持9年之久而不露破綻，沒有任何一種公關策略能夠精細到連地庫貓窩的春聯尺寸都拿捏得如此燙貼。這種從微末到巔峰，從個體行動到群體感召的溫柔傳遞，
構成了一個更為宏大且充滿希望的敘事弧線。在肖戰因這次茅窩事件再度受到關注的同時，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浮出水面，那便是他身後數量龐大的支持者們，似乎也在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感召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以溫柔為吶喝的行動自覺。這並非簡單的追星行為，而更像是一種基於共同價值認同的社群公益實踐。回溯2020年，當中國南方遭遇嚴重水災時，受災地區的物資清單中，除了常見的飲用水、方便麵和帳篷外，赫然出現了大量高品質的茅糧狗糧。起初外界對此感到困惑，後來經過深入了解才發現，原來這是肖戰的粉絲們在關注災區民眾安危的同時，也敏銳地想到了那些同樣被洪水圍困，卻往往被官方救援力量所忽略的流浪動物。他們以肖戰曾經救助流浪貓的行為為精神錨點，將這份對弱者的關懷延伸到了災難應急的細節中。這種思路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源於一種長期浸潤的師翁習慣，即真正的善良不應有差等，生命無論大小皆應被善待。此後數年間，這種公益模式被不斷複製與創新，從為偏遠山區小學捐贈愛心午餐和科技教室，到響應國家號召參與向村鎮興助農寄蛙，批量採購因疫情而滯銷的農產品，從為孤獨症人童籌建藝術療癒中心，到在寒冬季節為北方城市的環衛工人送出保暖物資。肖戰的粉絲群體似乎總能在官方慈善組織尚未覆及的細微縫隙中，找到那些具體而微、急需援手的落點。據不完全統計，近在2023年至2025年間，由肖戰粉絲自發組織以公益應援為名義開展的各類社會服務項目就遍佈全國數十個城市，涉及金額巨大，且呈現出高度有序、賬目透明的組織化特徵。對於這種現象，中廣聯演運委運繪等官方機構曾在行業公報中給予過正面評價，認為這種由優秀文藝工作者所激發的正向社會效仿效應，是新時代文化娛樂產業社會價值的重要體現。這份來自體制內的認可，無疑為追星這一行為賦予了更為嚴肅的社會意義。它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現實：當公眾人物的師德修養與普世價值觀形成共振時，所產生的能量便不再局限於娛樂八卦的範疇，而能夠實實在在地轉化為改善社會風貌、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力量。肖戰本人對此始終保持着一貫的低調與謙遜，他很少在公開場合主動提及自己所做的任何善事，更不曾將公益作為營銷工具進行炒作。在他的理解中，這些事情如同吃飯喝水一樣自然，是生活日常的一部分，而非值得炫耀的勳章。這種做了也不說的行事風格，反而讓他的每一次被偶然曝光的善舉，都具有了更強的感染力和公信力。因為人們知道，那不是為了堵住誰的嘴而臨時抱佛腳的表演，而是流淌在血液裏、刻在骨子裏的行為準則。他曾在一次極其罕見的深度訪談中，被問及對粉絲長期追隨自己做公益的看法，他沉默片刻後，只緩緩說了一句：我覺得這很好，善良是佢傳帶的，希望我們都能成為那個傳遞者。這句平淡無奇的話，或許就是解開他行為邏輯的唯一鑰匙，不把善良當作登天的梯子，只把它當作握在手裏的一盞小燈，照亮自己的同時，也順便為路過的人，甚至是路過的貓，留下一片溫暖的光印。在完成了對這一事件脈絡的梳理與回溯之後，我們或許應當有足夠的冷靜與理性，來為這場由一隻茅窩引發的全民討論，做一個不帶偏見的注腳。作為旁觀者，我們不難發現，圍繞肖戰這位公眾人物的輿論場，從來都不缺激烈的衝突與對立的情緒，支持者與批評者往往各執一詞，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短兵相接。然而，恰恰是在這樣一種劍拔弩張的背景下，關於溫柔與善良的討論顯得尤為稀缺和寶貴。我們不必急於將肖戰捧上道德的聖壇，將他塑造成一個毫無瑕疵的聖人，因為那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會加重後來者承受的重量。我們也不必因為對他的某些藝術表現或商業行為持有不同看法，
便全盤否定那些在磨人角落中真實發生過的溫暖瞬間。人的複雜性在於優點與缺點往往習有共生，而我們評價一個人最關鍵的依據應該是什麼？竊以為是在那些沒有監督、沒有觀眾、沒有利益回報的真空地帶，他憑借本能做出了怎樣的選擇？肖戰選擇了蹲下身，選擇了掏空錢包，選擇了貼春聯，選擇了在漫長的9年裡，將這種選擇變成一種不假思索的習慣。這份答卷對於任何一個擁有健全心智的成年人來說，恐怕都難以給出否定的評判。他不值得被過度神化，因為他本是生而為人最基礎的惻隱之心，但他也不應被惡意曲解，因為在浮躁且功利的現實社會中，能夠跨越如此巨大的地位鴻溝而初心不改，確實需要超越常人的定力與自省。我們提倡理智吃瓜，是希望在圍觀這場輿論盛宴時，我們能夠剝離掉粉絲濾鏡與黑粉偏見，用一個最樸素的標準去衡量。即在寒冬裡，如果有一隻流浪貓因為你而擁有了一個貼有福字的家，那麼無論你是誰，無論你身處何地，這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這份美好不應該成為攻擊他人的武器，也不應該成為黨同伐異的旗幟。它僅僅足於那個冬夜，足於那隻貓咪，足於那個願意相信溫柔有力量的人。而對於我們每一個普通人而言，從這個故事中最應該吸取的養分，不是對某個明星的盲目崇拜，而是對自己內心那份原始善意的再度喚醒。當我們放下手機，回到各自瑣碎而真實的生活中時，或許可以在下一個冰冷的轉角處，為需要幫助的人或物留下一份力所能及的溫暖。這便是這場跨越9年的溫柔敘事，留給我們最寶貴也最終正平和的啟示了。